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罢免第一波的投票，选定伫7月26。罢免团体甲国民党甲民进党嘛拢正式来启动着造势活动。罢免团体按算后个月要来发起着护国大绕境的行动，沿路会甲民进党的地方组织来结合，为花莲出发，驶台湾岛一连为大罢免来造势。若国民党要以议员为主体，举办100场的说明会，而且甲民众党来合作，做伙来推动少年人投下着反对罢免票。乡镇卡对乱叫队伍行，规条路踏。今年一摆被沙屯妈祖进香，吸引到上万乡客做伙参加。类似画面嘛将会伫7月6罢免投票进程，搁再出现一摆。为着反制那赢，以大选的规格应对罢免的投票。罢免团体按算7月发起护国大绕境行动，对有指标意义的国民党团总调部昆记选区花莲出发，沿道热南，台东高雄一路上榜。如同2017年蔡英文第一线车队扫街，甲2024年热清着护国海巡号设专台。罢免的行动不是只有针对单一立委，这一些立委都是跟着傅昆萁走。礼拜4应该就会有相关的记者会。有关活动的内容，新北用暂时保密。除了宣传活动，民进党也要求罢免区域将近131吨公尺，每一个人直接协助提供罢免团体3面扛棒，举办10场的宣讲活动。党秘书长林佑昌也会规划将会到各县市巡访，了解状况。去头不同意，去头不同意，监督才有力，监督才有力。各地罢免团体小所举办宣传行动。那也方面，到了第一阶段，已经办100场正式的说明会，下个将会搁办100场以议员为主的说明会，而且以区域联会概念，邀请地方家母做伙替那也一直背徛台。投票前1礼拜也会举办大型造势，和民众党做伙催少年选票。大概在1个月前，我们就跟议员有合办，7月26号。出门投不同意票，所以我们已经联合作战了。离7月28剩无几天，无论是反罢免，也是挺罢免，拢全力催票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